慢慢睇真啲呢個樓盤咧。咁包括咧，佢樓下咧都有底商嘅，咁佢前面嗰幾期咧都係順利交付咗噶啦。咁中澳昌城咧係位於坦洲嘅呢個核心區域啦。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去到拱北關口啦，大概咧就係20到25分鐘啦。咁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咧，大概都係15到20分鐘之間嘅，比較穩定噶。華發商都啊，或者係富華里呢啲珠海嘅商圈嘅話咧，大概都係15到20分鐘之間嘅。咁雖然咧係對比佳景康城咧係遠咗少少啊，但係勝在咧佢全程都係行緊坦洲大道噶啦，好完美咁避開咗呢個珠海大道塞車嘅黑點啊！咁呢一點咧，對於我哋通勤嘅港澳街坊嘅話咧係非常之友好噶。咁園林環境咧都係呢個盤嘅一大亮點啊！特登請咗新加坡嘅呢個設計團隊打造咗超過10萬平方嘅東南亞風情嘅園林。咁成個小區嘅綠化咧係達到40%嘅，即係差唔多有成一半嘅面積都係綠化㗎。咁裏邊咧有超大嘅無邊際泳池啊、籃球場啊、羽毛球場啊，呢啲通通全部都有㗎。咁最正嘅咧仲有一條長2公里嘅花徑慢跑道啊，就係我哋嘅第時交樓標準啦，所見即所得啊！包括我哋嘅家私家電冚唪唥全部都係我哋嘅交樓標準，全部都有得揀㗎。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，評論區留言